国际有名的雕塑家郭清志，即届甲伊48件作品搬去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展览到过年了后，这郭清志是台湾战后头一代本土雕塑家，伊的影响也影响到侪雕塑后辈。伊被铁具大粒石头创作重量级作品，今年80多岁郭清志，过去对无人接触的石雕开始，互人称作是台湾战后的石雕开拓者。后来发现台湾没有人做石雕，没有石雕的雕塑史本身就是一个缺陷，所以我认为我应该去做现代石雕，所以我去做。郭清志表示，国外美术史对埃及、希腊开始以石雕为主，伊认为台湾袂当无，所以对石头开始做原创性的雕塑。创作前期拢会研究造型、材料，用要20档才做出符合美材的作品。像以花岗石结合白铁啊，正品伫日本的宝锁之门，就是伊的出名作品之一。我一直想说，怎么样用一种科学材质，像不锈钢这种东西，跟自然材质。像石头这种东西能够合起来作为一件作品，假如放大成这个的5倍高、8倍高，它又放在一个大草原里面，那你效果就出来了。它是司法材料，他在他所经历过的材料上面，他都做了很专业、深刻的琢磨，使得一件作品本来可能就是2个材料的结合，产生出更多的视觉上面的层次。郭清志1939年伫台中大家出世，得过全省美展、全国美展等等的雕塑首奖。作品以人为主，透过具象的理念，制造空间甲环境的关系，嘛影响侪学雕塑的后辈。伊的创作品嘛是台湾现代雕塑发展的缩影。那不但重量大，而且分量很重。郭老师一生大概超过60个年头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历程呢，把重要的展览的作品呢都能够带到世人面前。这届伫国父纪念馆特别举办郭清志的地展，总共展出48件的作品，会展到过年后，民众嘛通透过虚实影像的投影，感受大型作品伫后挂的壮观。记者陈立台北采访报道。